就煞来讲，这个周末10月初10双十国庆，庆祝着中华民国109岁生日。今年的主题是“民主台湾，自信前行”。这国庆大典的节目是真精彩哦！今年是选伫台南来办国庆宴会，还有总统府前的公调表演，嘛伫昨暝点灯咯。另外10月初9的国庆的暗会，第一届刷到家人来举办。 头一摆刷到家人举办的国庆暗会，初9暗时要举行，用金曲歌王洪山亮的歌声做开始。请启动。今年国庆的视觉设计主题是“民主台湾，自信前行”，请新的设计师陈国典来设计，金色、柑仔色为主色，青色甲橘仔色是副色，传达台湾的热情甲亲切。 冷静面对外来考验，做成时行翠暗服热礼阿爸送予外宾。国庆大典表演节目嘛真精彩。30位专业舞者加总共高级320位学生，组成350人的歌舞团，由女生做主力，代表女力角青。 指导老师是邀请亚洲拉琴女舞者头一个人谢幸辉，甲台湾歌舞世界冠军分别争取同学5几得分。320个，这不是32个，全部的女力这样挖出来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啊。当然嘛有经典的北一女乐艺队。 为了完美演出，北一女的学生为暑假就开始练习。 不要砍到自己，然后就是要每个动作要做得非常利落。为期持到暗时，精彩规工。国庆宴会是选伫台南的渔光岛办，总共有16800粒烟火，时间有33分钟。上特别的是有白色、粉红色调烟火，表现出翠暗甲数字的图，向防疫人员致敬。我们台南市就像在办喜事一样。 来全市大动员，精彩还有台北总统府前的光雕表演，伫充满挑战的一年，总统府化身为一座灯塔，代表伫飘动不安的国际情势中，台湾伫黑暗中发出明亮的光芒，配合好听的管弦乐甲电音，要带予民众视觉、听觉双重享受，祝福国家生日快乐。